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海若会组织，海若会组织，咱来做一片海，甲放伫窗仔前。有闲无闲，咱来看海的心情。山若会煞直，咱来刷一支山，甲踩伫窗仔边。早时暗时，咱来品歌山的气味。风若有闲，咱请风甲吹歌讲有话的道友来，坐伫窗仔内做伙看山，搁看海。食草嘛可以，啊无食素嘛会使。窗仔边，咱甲变出一道酒菜，一片是李白的诗句，一片是庄子的故事，一片是佛教的偈语，搁一片是咱共同的兴趣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91集，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写的《海若会组织》。接下去，咱邀请林凤珠老师针对这首诗创作的背景，也佮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，来为咱做一个介绍。海若会组织。我主要所要讲的是讲，咱即阵都市的人，若无车的啦吼，有车的免讲，若无车的，伊若要看一个海，还是要看一个山，迄是足无简单的吼。那有车，咱车开咧，就来海边；有车，咱车开咧，就来山顶，这是无问题。但是对着无车的人，真正无方便安尼啦。那我想山甲海，这若是会当做，咱甲做来放伫咱的窗仔前吼，这是一种想法，毋是真正会当做海佮做山吼，这就是诗人浪漫的想法。那为什么较会安尼写讲海若会组织呢？这就是因为我的身边的学生啦、朋友啦，因有几个拢是住伫山顶的，伫山顶出世，伫山顶大汉。一直甲要读册的时阵，因才落山落来吼，来平地来读册，食头路，甚至到尾结婚，煞总伫平地吼，总落地生根。但是对着因的故乡山顶的厝，因是有无限的感情，尤其是山顶面的遐顶哪啦、树哪啦，甲对即支山会当看过迄支山，迄种开阔，迄是无法度通好取代的。而且山顶的空气真正有够好，山顶的人真单纯，较淳朴。这种种的一切，毋是平地都市车会比一个。若是住伫海边的呢，嘛是有啊我嘛有一寡学生因拢住伫海边的。海有足一种色，可能咱毋知影。有的人讲以为讲海是蓝色的，毋是哦，海是足一种色的伊有蓝色的，伊嘛有土色的。伊嘛有迄个肤色的，就是讲海伊是有足一种色，这是根据天气海伊会变色。那无管海也好，无管山也好，拢有爱的人。但是呢，迄个爱是爱，要亲近无容易。所以呢，我就来写一首，这是诗人
真浪漫的一种想法来讲，啊无若会组织吼，咱较毋甲做来放踮咱的窗仔前啦，啊放踮咱的迄个厝边吼，安尼吼，咱要看海就会当看，哦，咱要闻山的气味就会当闻，吼。这是针对即个身边有一寡是山顶的人，特别是住伫曾经发生过888水灾。喺山顶啊，太和遐吼，顶面遐的土石流，曾经互山顶的人吼带来真大的即个灾难。后来遐有足侪人拢搬落来山骹，毋过搬落来山骹住，毋是因咧爱的，因为山骹咧住，含伫因山顶就是无共，所以有足侪人安那3不5时，因个会转去山顶，所以有人读到即首《海若会做阵》吼，有的人真爱，有的搁甲摕去谱曲。我拢毋捌听过，我嘛毋知影讲因唱起来是安那。简单讲就是讲，有足侪都市人听到即首《海若会做阵》吼，因真爱，就是讲有影。海若真正会做阵吼，要甲做来放踮窗仔前，吼山若会煞直，真正要甲刷一支山来原来窗仔前闻伊的气味，但是咱知影无可能，所以这一种遗憾。海若会做阵，咱来做一片海，甲放伫窗仔前，有形无形，咱来看海的心情。山若会线直，咱来刷一支山，甲菜伫窗仔边。早时暗时，咱来闻歌山的气味。风若有形，咱请风甲吹歌，讲有话就又来，坐伫窗仔内，做伙看山，搁看海。食草嘛可以，也无食素嘛会使。窗仔边，咱甲变出一道酒菜，一撇是李白的诗句，一撇是庄子的故事。一撇是佛教的谶语，搁一撇是咱共同的兴趣。那即个海若会做阵吼，即个字的用法，就是讲山若会刷直，来刷一支山，甲踩伫窗仔边。即个刷吼，咱台语有人咧讲厝厝迁徙走啊，迁徙就是迁徙2个字，咱台语也有咧用迁徙，这个徙就是迁徙的徙啊。若菜就是树立的树，比如讲加采一支竹竿，的树立一根竹竿，树立的树就是咱伫咧讲的菜。这个食草嘛可以，食素嘛会使。这个草字有2字的写法，一个就是新骚味的新，新骚味就是讲那个天顶的星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的星，左边加一个肉字边，那个台语的草，讲鱼腥味，就讲鱼仔真臭草，鱼仔的草味，草迄字会使。另外一字就是肉燥，肉燥饭的肉燥，那个燥。咱应该讲是肉臊，迄个嘛是草，因为肉臊味毕竟一个草味，所以草有2种的写法，就是肉燥饭、肉臊饭的那个臊，还有腥臊味的那个腥，这2字拢会使。窗仔边，咱甲变出一道酒菜，一撇是李白的诗句。一撇是庄子的故事，一撇是佛教的谶语，搁一撇是咱共同的兴趣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
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林凤珠老师写诗兼主题讲解，府城协会女三姊妹吟诗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教师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。